來發射我笑窩，這首歌送給你，世界仲未完美，營造個最快樂的你，讓輕鬆感覺陪着你飛，開心像發現最怪樂園，開心像美味棉花糖，開心跟你大笑80年，開心可反轉地球，開心有得揀，開心有得揀，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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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哇哇哇 ，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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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哇哇哇。我今日好高興咧嚟參加學校嘅開放日咧，入到嚟咧，我感受到咧好熱鬧嘅氣氛。咁咧喺操場入邊咧舉行嗰個簡單嘅兒童頌嘅儀式，睇到同學嘅表演都係經過悉心嘅訓練，都好有水準。咁咧呢度咧我係多謝學校老師同埋校長咧去帶領我哋嘅團隊，去為我哋嘅學生付出咗好多嘅努力。咁喺剛才嘅嗰個攤位遊戲入邊咧，我哋睇到同學個全程投入，亦都見到咧喺表演過程入邊同學高水準嘅表現，呢啲都係我哋嘅新一代咧充滿活力嘅表現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多謝學校啦、校長，希望咧大家咧繼續為未來香港嘅教育咧努力。好感謝學校今日嘅邀請，讓我有機會嚟參加慈雲山天主教小學50週年金禧同埋遷校10週年嘅一個慶典活動。今日嘅嘉年華會咧，俾到我一個好充分嘅體驗，就係天主教學校我哋嘅全人教育嘅成就。睇到學生嘅表現同埋家長老師嘅合作，充分體驗到我哋天主教嘅關愛同埋大家一家共融嘅精神。透過今日嘅活動，我對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充滿信心。喺未來嘅50年裏邊，我相信喺校董會同埋各個持份者嘅合作咧，將來我哋能夠更加為我哋本區嘅同學咧，能夠提供更優質嘅天主教教育嘅服務。願天主保佑大家，讓大家繼續努力。慈天金禧50週年校慶，我哋一班舊生嘅家長同埋舊生翻嚟贊助咗一個小食義賣攤位。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哋發覺咧我哋仍然好熱愛我哋嘅慈天啦。畢業舊生仍然係好熱愛佢哋嘅母校。我哋一齊籌組呢一個小食攤位嘅時候咧，我哋好開心。好似我哋翻嚟一個大家庭咁樣樣。Happy birthday to TV！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Happy Birthday！ 慈天創校10週年 Happy Birthday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That's right.